早晨啊，咁多位，我係 Neo。嗱，好多人北上買樓養老呢，第一個最容易踩嘅坑係咩呢？就係貪個樓價平。尤其是好多香港人呢，一上到內地睇樓，第一反應就係：哇！香港幾百萬先得個幾百尺，呢度100幾十萬已經3房2廳，仲有花園會所，抵到爛啦。於是乎，好多人就開始心動。但係問題係平唔代表適合養老。我做咗咁多年地產，其實見過好多長者，最後後悔唔係因為樓唔靚啊，而係住落先發現生活好唔方便。尤其是有啲盤真係好平，但係點解平呢？因為偏遠。你試幻想下，樓下冇街市，最近嘅超市都要打車，想飲個早茶要坐20分鐘嘅車。夜晚8點鐘後，成個區黑晒、靜晒。想睇醫生，最近嘅3甲醫院啊，都要半個鐘啊。年輕時可能覺得冇乜所謂，但退休養老最重要其實唔係樓有幾大，而係生活方唔方便。好多香港人買樓時呢，會好在意景觀啦、會所啦、裝修啦，但退休後真正影響生活質素嘅，反而係以下呢幾點。第一，樓下有冇餸買，有冇公園散步，有冇茶樓，有冇熟食店，搭車方唔方便，落樓有冇人氣。因為人一退咗休呢，你嘅生活半徑其實係會縮細嘅。你可能唔會日日去商場，唔會日日揸車，更加唔會成日走咁遠。好多時最幸福嘅生活其實係朝早落樓飲茶啦，下晝行下公園啦，夜晚樓下散下步啦，附近有熟悉嘅街坊啦，呢種生活感先係養老最重要嘅。但好多偏遠嘅屋苑呢，表面睇好似好抵，實際住落你會慢慢發現，去邊度都要打車，買少少嘢都好麻煩，朋友都唔想過嚟，啲仔女想探你一次啊，都覺得遠啊。最現實係你以為慳咗個樓價，其實後邊不停咁用交通成本、時間成本、生活便利性嘅缺失去填補翻。尤其是年紀大咗之後，醫療真係好重要。好多人買樓時聽到附近有醫院就覺得 OK， 但你要睇清楚係普通診所定係真正嘅3甲醫院。因為老人家最怕突發情況，有時10分鐘同40分鐘呢個差別真係好大。所以我成日都同客人講嘅，養老買樓唔係買最平，而係要買咩呢？最舒服。有啲樓可能貴少少，但佢樓下生活成熟，醫療方便，交通方便，有人氣。其實長遠住落啊，幸福感係完全唔同嘅。退休之後，人追求嘅嘢呢，就已經唔係刺激噶啦，而係安心、方便同埋舒服。所以北上養老，千祈唔好淨係睇樓價，因為真正值錢嘅，從來都唔止嗰間屋，而係你未來10年、20年嘅生活。你覺得呢？